立法院昨针对国民教育法保留条文进行调研协商哦，针对各中小的自学生学费补助是用附带决议来决定，则个由院长要来协商。长期推动母语教育甲母语家庭的家长是认为讲，自学生的补助准讲会当放任到各中小，对想要以母语自学的家庭学生来讲，应该是有帮助。伊若是无说离遮到强，安尼对遮落落来，安尼这水就变成安怎？它就变成自己流下来的水，就是自由。陈良洲当咧上自然课教自学学生有关地下水的知识，立法院17通过国民教育法初审，要求政府另外定出补助的规定，协助各校阶段的实验教育发展。做自学教学15年的陈良洲认为，政府嘛要有配套措施，钱开落才有效果。一寡迄个补习班啊，一寡较迄个会晓做生意的人，一定会想讲要安怎去摕到这20万。伊就开始帮写，总讲写自学报告啦，写自学申请啦。你若是讲这个团体是好的，安尼无问题。毋过，若是有人专门咧摕找这个空拍。陈良洲认为，要有机制通检视囡仔的自学成果，分阶段豆豆增加补助的金额，补助才有意义。另外，陈良洲本身也是讲台语的全母语家庭家长，伊认为，若国教法修法，通为各校自学生提供有效补助，确实对母语教育有帮助。我想要阮兜的囡仔会当讲较久的母语，所以我想要伊但母语的较侪母语的环境就去上课。你有1万块、15000块的这种补助的时阵，会当减轻足侪迄种的负担。陈良洲表示，这种自学方式，凭学校1礼拜一节母语课的教学方式，一定效果会较好。另外，除了补助自学生，陈良洲认为，政府会当甲补助提供予一寡较偏僻的实验机构，对一寡无在调进行自学的家庭来讲，也是一种推动方式。记者龚兆水新北报道。